来，这个马告就是咱咧讲的山胡椒，是南投信义乡特色的农作物。因为马告无法度用人工来种，无法度大量来生长，所以这个果实是相当的珍贵。当地有一户姓全的人家，因的顶斗竟然家己发出着20外丛的马告，在地人讲这是上天的恩赐。 全城市向每一望工厂厂长说明，伫咧伊的农场内底，虽然发20丛左右的马告树啊，全太太目讲，过去对原住民来讲，马告的口感和芳气是提神的好物件。有一点辣辣的，丰收吗？多吗？今年比较多。马告最近等到采收期，真侪乡亲应该唔知影，马告即马也无法度人工种植，马告的芳气和口感拢真有特色，所以伫咧原住民的料理内底，常在当食到这个芳气。其实国内的餐厅很多人都用这种香料来当成是一个调味的味道。马告无法度透过人工种植，所以林河川只有姓全的这口罩，因为田内底发20外丛的马告树。 在上班的过程真辛苦，不过树啊发真侪马告，互这对翁仔某已经真感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